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今仔日要来讲选举的边仔，但是真核心的代志，就是选举只剩40多天，中国介入选举，咱听声搁看到人，互你游山玩水，听起来是老步数，也有猛唱认真作战舞袂完。但是嘛有人呼吁讲，莫过来卖芒果干。到底咱要安怎看待咱的国家的安全？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澳洲 Monash 大學中國研究兼任研究副研究員柯建英柯副教授。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安安。那么第二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肖德环。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这条新闻呢，对这开始，桥头地检署查出了中华环拿协会成员去招现任的、甲落任的里长去中国佚佗。接受到各大班的招待，旅行的这个行程呢，甲因呢洗脑，讲爱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检方呢传讯了22个人到案说明，认定姓郑的这个团长，甲姓叶的这个领队涉嫌违反这个所谓的反渗透法，甲选罢法，15万甲5万来交补。咱睇看这个新闻，你就了解讲，其实哦，真侪民众伊家己的心态，感觉讲我是两岸和平的使者啊，我去吼，我是心甘情愿，而且佫还未选举，所以阮去佚佗，哪有虾米啊变做呢劣势恐怖吼，所以咱今仔日有这个主题，就是到底爱管制到什么程度，法律的这个规范是虾米？第二个就是讲。唔那是实体哦，佫有资讯哦。咱来看这吼，这中国如何介入台湾的事务？头一个是社会面，头拄仔咱就看到高雄市的中华环拿协会这条，佫有高雄传出部分的里长接到讲要来厦门啦。你哦，里长免钱，亲友只要6000块。有议员批评讲，这个文宣顶头有写着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吼，这个有影响到选举之嫌啦。老实讲，有这抓无这抓字哦，我感觉这种认定的问题。吼，这来这社会面，佫有军事面，咱嘛有讲吼，讲后这个退役的这个军官吼，讲发展到这个强谍的这个组织啊，互你啊翕这个影片，影片哦，算做就是投名状啊，吼，互你翕到你袂走去的。讲哦，你有讲啊哦，讲哦，我愿意投降解放军。新建影片哦，和这个中共的方面啊，留作记录啊，嘛会当可能也主钱啦。军事面哦，当然佫有这核战的选择哦，认知作战，这嘛是选举伫要来啊。经济面，超工甲你讲吼，1月12号要来研究终止掉，或者是部分终止掉这个 ECFA 法，就是要投票前一天吼，这大家就拖咧等。哦，也是讲到底是安怎？有讲吼要查起到即个郭台铭，即咱拢所知这是事实。但是，即我首先要来请问柯教授吼，到底是实体的即个作战是较影响层面较大，还是认知作战会影响层面较大？对我来讲吼，实体吼。个所谓北叫叫做虚拟吼，两边拢是差不多大啦，吼，因为吼你也知影讲吼，因实际去的遮人吼，转来其实会去帮中国政府讲一寡好话，因为去一定是要甲你改变你的对中国印象嘛吼。对遮来讲吼，因为中国咧对台湾咧做认知作战吼，有几大条路啦吼。伊第一条是传统的媒体。传统的媒体咧报道迄阵，台湾的媒体也是讲网络会去传嘛吼。
第二种就是讲，咱即马少年囡仔定咧看的，比如讲，咱拢讲 YouTuber 嘛吼，但是因是透过抖音吼，再有一寡小粉红，是讲有一寡人其实就是无啥物红的，但是迄边有一寡好处，伊就买当伫遐伊家己的圈落管咧表演嘛吼。第三种的就是较传统的，叫做内容农场。内容农场就是一寡假的新闻吼，传那个台湾。这步骤较老，但是嘛是一直有哦，一直有，一直有。另外一种吼，就是头仔主持人讲的迄啦，我去拜访，等下了可能就变做因的种子啊，吼，迄就变做是一个。在地好朋友来来加微信安尼哈，类似安尼伊个物件就是讲可能是，因为你甲平时变做是有一个管道啊嘛吼，你下面是变做朋友的时阵，伊可能物件就是微信入来，吼，微信入来了，你就透过你的赖出去，吼，伊即个物件其实是一种就是北教叫做在地协力者一个模式啦，吼，伊就希望讲吼，透过伫遮吼。生产就好啊，还是讲我迄边已经做好啊，你才放，你才放了，就看，这物件都台湾人家己做的啊。但是实际上其实一寡项的生产啊，还是讲安怎制作，其实是伫迄边处理好啊。这个物件坦白讲就是已经是安怎，已经是叫做结合组织啦，个网络的虚拟网络啦，而且因伫网络馆顶咧放这个物件，买当伫个地方讲。因为有老人都真正无咧用啊，无咧用袂要紧啊，我去菜市遐讲啊，所以嚟讲，你即摆已经伊的步骤已经做到虚拟的，各项的实际社会是互相伫遐咧交叉咧加过啦，这是比以前较恐怖，我坦白讲，这是比以前较恐怖。这等他讲较济因为咱今日邀请着李老师来老师有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对啦，这选举选到安尼这个卖这个亡国感咱就他讲的亡国感已经无效啊啦。大家听得真亚线。但是我问李老师讲，像他拄柯老师所讲的，讲譬如讲咱这个咱退役这个军官啦，你拍这个影片啦，还是讲咱直接问李老师讲，伊这去接受到这个招待啦，还是讲去用？敢若6000块安尼免钱的上贵啊！伊到底要创啥？老师，你感觉种这不要紧，恁家己自由判断。当然主持人讲的对啦。即马这中共对咱台湾伊这统战伊其实分足侪方面。即马上熬的，还是讲因即马咧开始咧做者呢，就是踮咧灰色地带，咧踮咧说。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讲咱台湾来讲，咱法律无法度去规定到。譬如讲，你讲这6000块去这个中国佚佗，去中国佚佗，还是讲进前迄个判刑迄个中华犯人协会，即马去用起诉嘛，安尼这个情形，伊即马就这边游走，伊即马伫咧这个灰色地带游走，因为我讲正。根据这个起诉来讲，因为伊无踮咧这个咱的大选内面认定讲，伊确实有影响到咱的选举。顺便讲，这法官咧判伊咧判决的时阵，真歹讲，伊确实受到这个中共的指示去支持。真歹认定啦，真歹认定。所以老师，歹认定是一回事，但是。你有赞成讲，做某种程度的厘清管制，什么是唔对，什么是对，应该较清楚。所以当然，咱这个法律要去确定讲，安怎什么代志，是确实着影响到咱的选举，还是讲因为中共对无什么团体也好，还是组织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安怎去使人，还是讲用什么钱？不管是安怎钱啦、利益啦，还是讲伊踮咧大陆的投资，互伊特别的特权好处安怎？所以来互影响，透过他，透过伊来影响咱的选举结果。所以这个认定确实真困难，因为咱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一个法治的社会。还是该管不该管？老师，你的意见呢？我是感觉讲管
安那管到倒位啊，这确实用个讨论。哈，吼，啊，毋过你无法度法律讲啊，譬如讲，为咱选举前1个月、2个月前，无法度无应该去，你若去，就表示讲你接受交代，咱无法度安尼限定。柯老师嘛赞同啦，哈，但是讲要安认定，比如讲，恁这正常去到厦门佚佗要偌济钱？恁袂当减收的，你若减收的，无得较免食这么反信套罪，你就食有回算就好啊。因为吼，你讲我歹听咧，咱进前有大陆团来台湾时，因足侪团嘛足低价呢。啊，为虾米？低价因为咱希望因来买物件嘛，哈，咱叫个采购团嘛，对无？啊，共款安尼，共款咱来讲，啊，是咱对因的统整。啊，其实这确实较歹认定啦，正正较歹认定。主要是讲，因回来以后，是毋是做啥物代志？对，而且因是毋是摕迄边的物件，譬如摕迄个钱，我分互你钱，你也去投降。就像咱台湾认定的贿选，我你500，你俩投降。啊，这就是变成，这就正正是所谓这个贿选的事实。哦，就中共透过钱，吼，透过里长还是吼，我话要什么组织分互你钱，你也投你。讲你也投降，啊，这就较好认定啦。是。啊，无确实，咱拿法律来讲，咱作为一个台湾一个这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确实较歹去认定。肖秘书长，你安怎看待这？这边来认定啊，该办不该办啊？是，其实我同意李老师的讲法啦吼，就是讲过去我咧看，以我个人啦吼，我咧看香港过去因那个选举阿强嘛拢你。介入因的选举嘛，啊，其实应该这些做法，其甲即马用的步数吼，这些拢是老步数啦。应该香港因拢讲，因叫做迄个蛇灾并重嘛，蛇子迄个蛇什么蛇羹的食，比如带你去食饭，对无？哦，办这一食饭活动，互你来食饭，啊，你这个人一般老百姓哦，其伊会讲啊，你办食饭啊，当时啊，你就看到讲，有人带是请你食饭的，其实你对这样就有好感嘛，伊就提出好康的代志，过来个带你去佚佗，对无？就像啊，即摆你讲安尼，伊带你去佚，尤其带你去大陆佚佗时，其实伫大陆，咱嘛知影讲法律，应该香港法律其实嘛管啊最严格，伊选举法律其管啊最济，啊，所以我无互这个代志伫香港发生，我就把这个人带去伫大陆佚佗的时阵，互遐个犯罪的代志伫大陆佚佗的时阵，你就掠袂着我，所以坦白讲，头李老师讲着，我嘛同意着讲，你讲你今仔日即摆咱台湾的社会，咱看着感觉讲，有可能你影响咱台湾的选举哦。问题是，这个代志发生拢无伫台湾，你要安去认定讲，伊即马伊伫大陆做的代志是犯罪，哎啊，其实咱做歹讲的。然后佮加上了讲，其实咱即马法律内底咧管讲，因咱有对价行为嘛，就是讲我有摕到你的钱，然后我拿这个选票转互。啊，其实咱这台湾人过去嘛讲，咱台湾应该咧回算时，这侪百姓拢感觉讲，我摕伊的钱，我无一定转互伊啊，毋过我要去参加伊的活动啊，我要去摕伊的物件啊。所以当时啊，讲到这种对价关系，你要去认定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吧，真正是困难。必须对安尼讲，安尼咱就下课啊，咱就免讨论啊。就是讲法律上是无这种法则，还是讲法律就过来规范甲细节，还是讲用其他的法律来甲管制讲，譬如讲，要选前的几个月进前，你若去大陆的人，你来做啥物代志啊？安怎？咱无法度，这变做侵犯个人的。这移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拢袂当哦。毋过，就是像主持人讲的，其实足侪人去有的百姓，其实伊嘛无了解，伊可能违反法律，对无？所以其实应该是讲，咱政府会使做的，比如讲法律的部分，该安怎修，我感觉这另外一个社会要有重视。毋过无另外一个要安怎去，互这头拄李老师讲着嘛，咱爱去注意讲，这个人当在台湾了，有发生啥物？做啥物代志无？其实是另外其他无去的人，是讲一般的台湾百姓，你会使去了解讲，你知你的厝边，伊去大陆佚佗一撮档来了，规工拢来咧讲，要发一堆传单，啊，你来讲话拢传信息讲，啥物人选举可能会台湾的战争哦，啥物人是无好的，你可能会知影讲，伊去大陆去用洗脑的，你知影伊可能去大陆接受这个交代。必须对你安尼讲，人伊会讲我本队就支持伊啊，我犯哪的，我就支持反战啊。我甲习近平有啥物关系？伊嘛甲你证讲安尼啊，咱是要安尼认定呢？我认为这就是头李老师讲的一个灰色地带啦。你无摕钱，无去分钱，无毋对。但是你事实上你伫
咧向诶，你枕头内底咧讲，比如讲某某人诶好话，讲某某人诶歹话，还是讲你收到诶物件传诶讯息，可能是10分9分真1分假，吼啊，但是问题我也无犯法啦。你因为台湾这个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是民主的社会，所以为什么讲吼，就是讲这抓到吼啊，有因是咧来传出来消息，其实你要安怎甲认罪，迄嘛是。他们讲这是真困难，这是足困难的代志啊！所以为什么讲我讲认知见吼是做有路用的，吼，因为他们讲你若去邀请过去，还是讲去到遐，啊伊安排你看是足好的建设啦，吼，啊食足好的啦，吼，啊甲你放来啊足舒适的，你等来一定会替伊讲好话啊，因为你印象已经改变嘛，以前你毋捌去过，但是去到遐时阵发现讲，哦，这足发达的哦，袂歹哦。对啊，我看到迄形类似安尼。我看到迄行程，阮客户讲哦，这食好，佮带好，啊，佮袂歹，啊，无去见到啥物人啊，啊，这安尼这样准算。所以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因为你向交代，你就歹势讲人歹话嘛，这是事实嘛，对无？啊，等下你收的是讲啥物头仔讲过的讯息，你发到别人去讲，因为像阮去征谈嘛足济啊，道教的啊，去遐。吼，爱去参加，去西安，等下拢讲遐好话。啊，你也袂当讲安怎，因为真正伊去看啊，啊，你无看你唔知啊，系啊。所以足侪物件，即种用的灰色地带吼，他们讲迄咱的法律吼，司法个，因为咱是民主主义国家吼，歹处理啦。他们讲就是安尼啦。啊，李老师，我应该讲一个例啦。哈，因为吼，咱大家拢知影，马政府当阵吼，两化即个往来足密切。当阵，这个大陆买咱足侪物件，特别是啥石斑鱼、石斑，啊加虱目鱼，啊问题咧，因到尾去看吼，因发觉讲，踮咧南部，咱迄个虱目鱼大宗迄个雪甲遐嘛，因买足侪，问题雪甲自头到尾拢投民进党，嘛是投民进党，因就去检讨啊，讲啊到底这个步数有啥物为都要出问题？为什么因明明买遮济，甲因买遮济？佮因试做当中拢试做嘛，你生产偌济，我摕偌济嘛。啊问题到后壁伊嘛是当互绿色政党啊，所以因其实有咧检讨啦。所以因开始咧，因嘛有咧精进因的对台的这个统战，好，所以我们才讲，即嘛开始因就常常咧用这种灰色地带，因嘛无一定替你，无一定来甲你买物件，有无？因为进前我看嘛，大家因常咧讲啊，虱目鱼我嘛，安怎出代志，所以我嘛甲你买，安怎？因嘛开始咧演进演化因的对台的这个统战啦。啊，不过问题就是讲，因为咱台湾是自由社会嘛，所以咱无法度讲，一直讲，你甲大陆做生意，你一定会去互统战。咱无法度安尼讲，因为根据这几年的选举的结果来看，嘛无因为你买咱台湾物件，所以拢投国民党啊，投反啊，对无？所以变安尼讲，所以我大家当然啦，台湾人就变讲，我甲伊做生意，我嘛无会去受因有影响，所以这中间的安怎去判断，还是讲接到这个资讯是真是假，确实咱爱好好去检讨，安怎去判断这资讯是真的还是假。啊，因常常是讲，这个一大群内面吼，有真有假。变讲有真有假。我问到这，我选只硬气呢。你老师你他讲就是讲，伊甲咱去做这个沙白鱼，是，结果票拢转互民进党，是，所以因就认知讲，这个甲恁买就买唔对。但是事实上，咱就知影讲认知作战啊，大部分就是针对中间的20%的人，是啦，就是较朴实的吼。嘛毋是乌，嘛毋是白，较中间的、较朴实的，就是对这个意识较无强的人，较容易去传播这种物件嘛吼。肖秘书长，你认为讲，因即摆也咧改进这作战，啊，咱他也讲，咱做法律上也歹去认定，
啊 OK， 啊，咱即马认知作战，咱是要安怎来加强讲？咱就下性命一直讲，但是他拄啊像安尼，你甲掠起来，伊就讲哦，这绿色恐怖呢，颠倒反效果哦。啊，这要安怎用？其实我感觉，像阮伫学校咧教册哦，其实阮即摆拢会甲少年时代的学生囡仔讲，我讲其实认知作战这种代志吼，其实咱当然讲伫生活当中、伫历史内底拢足济。问题你家己要有较好的判断的能力，对无？尤其是我当然讲，像主持人头先讲到，20%的人，大部分这20%的部分呢，可能拢是有诶长辈。伊可能你看这个讯息的时阵哦，伊其实袂认真去想，啊，伊嘛袂讲各大这讯息咧，搭入去 Google 还是搁去另外去其他网站内底去找讲，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少年人还会愿意讲啊，伊大家接到这个讯息咧，另外去找起来去验证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我就会使讲去改变这种讯息流动的方式。啊，所以当时我拢啊，甲阮的学生囡仔讲，你啊等于当时啊来甲你。厝内底爸母啊，咧看新闻，甲阿公阿妈咧看新闻时候，其实你来讲这有诶，讲这有诶是毋对诶，对无？这有诶，你来知影讲啊，叫我做这认知的作战的上大诶目的就是啥？就甲头李老师你讲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拢共款，伊就希望互你百姓感觉讲，你台湾法律管袂着我嘛，我做这个代志拢无要紧嘛。然后佮加上讲，互你感觉讲拍去打击你的政府的这种威信领导能力嘛，互你感觉讲啊，你政府其实。其就是百姓反做唔对代志，其实你嘛管袂着啊。两岸遮个统战代志你嘛管袂着，伊就是要互你遮个印象。所以其实咧，互你的互我拢话囡仔讲，你其实爱来遮阿公阿妈讲，其实这毋是毋对的。啊，了豆豆因看着了，因豆豆咧感觉讲，大家拢接着遮，也是共一个人发的，其实伊都可能拢是假，伊会去知影讲。有诶讯息管道，其实就专门拢是咧发即个假讯息诶。伊豆豆就感觉讲啊，伊无爱去看，还是讲伊想着讲，这假伊拢袂去相信啦。肖秘书长他讲的是即个所谓的即个媒体识图啊，吼，媒体识图啊，就是讲你了知影讲，即个是啥物，即个是啥物，啊，而且爱传播互毋知的人，啊，甲纠正，或者是讲互伊参考。但是这其实是真困难的代志哦。我讲我的遐个经验啦，吼。因为即个物件对台湾认真作战，我是认为讲有两个战术啦。一个战术就是网络啦，针对一般诶使用者。咱的使用者。啊，有一种的是，比如讲对阮妈妈即种的啦，阮妈妈伊毋捌字啦，所以你伫爱用迄种所谓俄语啦，吼。我会记我两个月前等去庄骹，我要起来时阵吼，阮母也甲我讲啥讲，啊你要摕一罐咱的鸡卵去无？为虾米？我。即摆市面上迄鸡卵拢假啊！哦，我惊你买着假，我着讲是啥物人甲你讲的吼？啊，伊迄个讲迄个人名出来，我就知影，啊，可能有问题嘛，吼！啊，我也讲老母你爱想看卖了，一粒鸡卵假吼，爱做安那真的，吼！啊，你甲鸡卵的搁较贵，鸡卵吼，搁要甲煮了吼，食起来甲真的共款，你认为一粒的成本啊偌济？吼，啊，阮母也是听着讲有道理吼，然后即种，啊，所以伊就是已经向说去啊嘛，吼。但是即个物件因为伤寒，你若伫个真容易讲，伫网络观顶遐传，迄是足寒的，迄一般的人看就知影讲这好笑的。汉果袂当喺网络顶汉果袂伫网络啦，啊，但是汉果会伫个砖头啦，迄真正足汉果。但是即摆吼，我比如讲吼，中国的认知作战吼有一个系统啦，啊，因为吼伊按差不多要10当前开始咧做吼，到即马吼，逐工拢咧进步啦。啊，所以人咧研究这所谓假讯息的吼，迄逐工拢爱改一遍啦吼。啊，我先互恁看一个图吼，这个图就是，你看这是我家己研究啦吼。比如讲中国若讯息战吼，伊原顶是有用social media出来吼 ，YouTube 啦、Line 啦、社交媒体啦、社交媒体出来吼，抖音啦吼。吼，啊，遮出来了，啊，佫有另外一种的吼，这是即摆是上恐怖的。伊即摆伫在地吼有足侪合作者啦，啊，合作者可能是黑道的，可能是向个角头，可能是向个公庙啊，吼，啊，可能是传理长，伊就伫遐咧把你发，啊，发来迄阵，你也看迄物件毋是按中国来啊，你按中国来看会着，比如讲，若 TikTok 啊，我就知影中国来吼，但是因安尼传到遮吼，这是上麻烦的啦吼，即地吼叫做伊啥物拢毋知会传播者，伊毋知这是真诶假，
但是这个物件我看到，比如讲我讨遐，假设讲我讨遐猫咪档，这个物件是咧嘛迄个档的，吼，啊我看到我就欢喜，我就来传，啊，但是迄个物件是真的是假的，我唔知，吼，啊，这内底的人有可能是，比如讲某一种颜色的只是假，有足侪人是伊无意识形态，伊看到了伊就传，啊，最主要中国人去做电视要影响出来差不多20%，伊无意识形态。伊无一定爱投啥物人诶，吼啊，比如讲我互迄个人，吼，比如讲讨厌某一个政党，啊，伊可能就是会当改变伊诶投票诶行为。所以即摆来讲吼，中国即摆做厉害是吼，咱以前吼有咧讲一个理论吼，叫做 Internet Empowerment， 就是讲网络赋权，就是讲即个 Internet 打出来时阵吼，伊会当改变做一个代志，会当互咱来民主吼更较好，因为你一寡。弱势的人吼，弱势者吼，你会当透过民主更加好。这个 internet 吼，去强化你的力量。比如讲同志，比如讲一寡弱势生产团体，他参与吼，我会当透过网络去表达我的意见，吼啊，但是即摆唔是，即摆是变做是安怎？变做是一寡像росс西仔啦，吼，中国仔，因是用网络咧摧毁你的民主啊，因为因是透过这去发表一寡向的。假消息，啊去影响你遮民主国家的选举，因无选举嘛，啊咱民主国家有选举嘛，啊对因来讲，就是讲因为我伫澳洲读册吼，对我来讲，像中国因遮嘛是要影响澳洲啊。虽然澳洲的态度拢是甲美国行做伙，但是呢，澳洲主要政党嘛有较我倒一边的，所以伊当然希望讲，就算讲你嘛是反共，甲美国行做伙，但是我希望是选一个对我较有利的嘛。所以，伊伫台湾其实嘛是共款的做法嘛。所以，伊伫中国伫遐嘛是有一寡用的领地作战啦吼。比如讲吼，你看这吼是全世界吼，中国伫全世界咧影响华人的社区，吼啊，这拢是这是用普通话，用华语啊，用华语的啊，所以你会当看咧，澳大利亚遮嘛过来的，吼啊，你也知影讲吼，在华人伫澳洲是做有影响力的，因为因拢有钱。啊，有钱，伊会donate呢，互向个特定的一寡政治人物嘛，吼，啊，因若选掉了，就影响政治，影响政治嘛，嘿，所以你来讲，因的手路其实是愈来愈右足右的啦，他们讲这是足右的。阮知影讲一个消息，就是阿根廷啦，吼，阿根廷啊，吼，因的总统吼选掉了吼，伊本队是一个真反中国啊。对着这中国的这认知作战嘛，真警醒的一个人哦。结果伊就任了，伊嘛是爱甲中国安全多安全。我要请教李老师吼，当然认知作战的影响这20%吼，伊无这个，伊可能较无这个政经实力，但是有一寡人，伊虽然反对。但是伊嘛都爱对这，譬如讲，我头记这个，伊嘛是对着这中国的这经济实力，还是讲中国的这政治实力，伊嘛爱点头啊。确实啦，因为吼，咱看阮这个阿根廷这个新的总统吼，伊的态度你就看会出来。迄当伊咧选举前，大家拢知影嘛，伊足反共，足反中共的。啊，选了以后，无偌久，习近平就敲电话来讲啊，然后就开始咧讲话啊，讲了以后，甲伊双方的关系，慢慢可能更加无像选前遮紧张啊。这到底是像甲像认知作战呢？谁当然，这看你有法度甲拍转去无啊？因为吼，咱台湾其实毋免想叫讲啊，咱惊讲咱即马较细，中共遮大，所以咱会惊。其实咱毋免惊啦。我是感觉咱毋免惊。爱较有自信的。对。确实较有自信。为什么即马足侪人吼？即马足侪咱台湾人对这个认知作战，即马这几个字吼，愈来愈反感。我必须安尼讲啦，因为吼，民进党吼，也是讲蔡政府，因甲这几个字吼，已经用到烂，太泛滥啊！甲所有对这个蔡政府的批评，拢讲是变讲是中共的。认真作战，所以老师，我头就是问讲，不如咱来用法律来定讲，这个物件袂当讲是认知作战，
啊，若是犯着人体作战的，咱甲抓起来、甲关起来、甲罚钱、甲安怎呢？啊，姆这就足难的，因为你足侪物件。无对执政党伊嘛是真烦，伊嘛真痛苦啊。确实啦，因为啊，姆问题就是讲，你若讲你咧反驳吼，不实的对你不实的这个政策，不对你的政策吼，不实指控、不实批评的时候，你应该是用你的数据、你的这个真相去反驳。你无应该什么代志讲啊，这就是中共的认真作战。啊，李老师，那其他的国家吼有咱国这种情形无？有一个派出兵啊，安尼甲你用啊，咱其他的国家敢有这种法律，还是讲方式无定法律啊，然后甲抵抗着？其实吼，我必须安尼讲，当然啦，中共即马对世界各国吼，拢咧执行这个认真作战，不只是对台湾，其实对美国同款。对日本、对这个韩国、对咱这些周边的国家，我当时啊问两位啦哈，来小秘书长，你认为咧？伊中国咱柯老师也讲啊，唔拿对咱啊，世界各国，尤其看咱这图表啊，哦，伊个用人工智慧，用 AI 来生这影片，哦，啊利用哦。佫较好看咧，目睭会哦，一可能看到哦，介意你就点落去。这种哦 AI 先100偌济咧，头拄柯老师也讲50几个中文的新闻网，拢是统战部的，哦啊伊佫安尼品质佫袂歹，速度佫紧，毋那是对咱，对世界各国也是咧。啊，这敢有其他的例有通好来记讲，伊佫用啥物新的步数，还是讲伊有这个指控国？知影讲哦，这安怎啊定这个法律啊，咱就当参考。其实咱若去观察伫亚洲遮吼，因为过去时常你各国咧看选举吼，其实我拢会去注意到讲，其实头李老师讲是无毋对，就是讲中国即摆咱咧讲伊锐实力哦，伊拢用即种方式去控制你的媒体，去买你的国家的媒体的控制权，然后来放对伊有有利的消息啊去迄个打击你的执政的政府。其实这个国家拢拄着中国即摆用这招去对付因，所以其实当然有诶其他做法就是讲，因有诶国家内底嘛，家己政府有嘛成立网军哦，像我感觉其实坦白讲，咱政府民进党政府伊去成立迄个数位部哦，来做这种锐实力的抵抗，当然伊的出发点是好诶。问题其实你会使做到的成果，其实是无悬的啊，因为坦白讲，因为像这种认真作战的物件，伊变化速度足紧的，尤其头拄主持人讲到，种 AI， 伊逐工会使等100个、200个、300个假消息出来，你要安怎一个去甲伊讲啊，这是假的，这是真的，是咱政府其实速度拢做袂到，哎呀，所以其大部分的国家即摆你面对中国这种逐工放假消息的方式，其实你看之前迄个脸书，因嘛是开始放消息的账号直接抬掉，对哦，伊敢使对这种源头，知影讲你可能你做假消息的。对这方式来做处理，问题是讲，大多啊徐老师吧讲的，有这些在地协力者，你透过这不同的迄个人际网络，那就是传播学的，对你讲迄个两极传播理论，对无？伊就找这在地可能有影响力的，比如讲里长，比如讲这公庙的主委，对无？找因来，啊，就拿消息互伊，啊，互因去放消息。这可能伫这个庙里拜拜的民众，伊接到主委传来消息，感觉讲，伊读册无注意者，伊感觉主委讲的一定是真的啊，所以伊就去接受主委讲的这新的消息啦。所以你讲政府要安怎去防止这假的消息来流传，我感觉其实真正有困难。所以话头当然嘛是爱讲，政府要安怎去教咱的愈侪的民众，去互咱的百姓去了解讲，到底要安怎去防止啊，是讲大家去辨别这的假讯息哦，我感觉这才是较重要的部分。柯老师哈，头拄小秘书长讲到这个咱的数位部啦，吼，咱数位部吼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作为顶头，有啥物其他各国通参考？除了吼，咱来做啥物数位中介法吼，还是讲其他的这法律，敢有咱到即摆还佫无法度通过嘛吼？这安怎来？我是你若讲到这个所谓中介法，我就感觉讲，这台湾人会足奇怪啦吼。即摆来看到足侪假消息啦，还是有诶无诶吼，伊就讲政府你都无要做代志，这为什么无要掠？啊，即摆要用一个所谓中介法，要去处理这平台诶责任，讲这若是假，你也摕落来，毋对，因个抗议我爱言论自由。
所以你是要叫政府安怎做？你了解我意思无？就是讲你伫网络定定看到就是这啦，吼，叫你爱做，当你要做的时阵讲我言论自由，吼，所以这是足两难的啦。所以为什么讲吼，台湾吼要对于这假消息吼，真正是无好处理。哦，咱坦白讲，咱足侪刁民啊，吼，迄真正是毋知要安怎讲的。所以咱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风气吼。个言论自由，和中国有一个足好的一个机会啦，吼！因为你要知影讲，其实中国咧拍倒国民党，其实嘛毋是军事啊，其实宣传啊，嘿，宣传就会当甲你一个部队摧，叫做北叫做摧毁嘛，吼，甲毁掉。所以这宣传伊吼，伫以前是人对人啦。即摆是透过网络嘛，吼咱要安怎处理？头仔主持人有讲到外国敢有啥物款的处理方式？吼，我要讲的就是讲，澳洲吼，伫个2019是针对中国吼，要影响澳洲的政治吼，通过3个法啦，哈。但是这3个法并无去处理到假消息啦，无处理假消息。伊是去处理所谓的代理人啦，比如讲你这间公司是公关公司，你要讲清楚你是毋是接什么人的钱，吼？因为迄阵啊，就是看到讲足侪政治人物去中国收买去啊，吼，所以才会往这个法。咱台湾嘛有学，学才是这两档才有通过嘛，吼。但是因并无对假消息咯，比如讲我即摆11月嘛，吼，对，我11月初我去澳洲，我就讲假消息这个代志啦，吼。我会记我伫墨尔本大学吼，遐吼是安尼，伫个墨尔本大学迄阵。遐个学者是问我啦，讲因吼足烦恼的啦，因为因认为即个假消息即个物件是足济啦吼，但是吼伊是认为政府吼无咧做啦，无咧处理。伊嘛是面临这种代志。嘿，无咧做，无咧处理。我是有讲，我讲吼，坦白讲吼，你嘛袂当讲澳洲政府是安怎，因为澳洲有一个国家级的智库叫做 SP， 伫个 Canberra， 伊有一个中心咧做这啦。但是伊是干那做研究啊，做研究尔。但是问题是，你法是要安怎做？无，因为在澳洲在政治人物嘛无咧插。但是学界是足烦恼的。学界一路学界就问我讲，你敢有啥物方法吼？会当甲阮讲，阮去甲澳洲的政府讲，吼嘿。所以你就知影讲，这全世界面对着这个物件，坦白讲，这是美国人呢？老做歹处理，美国人我唔知啊。美国安怎处理我唔知，因为美国其实较规矩啦。你TikTok我就唔互你用啦。就是讲，迄是因的平台的物件吼，我就是直接甲你下架。禁止，足侪州都甲你禁止，因为有一个源头是伫遐。人民主国家伊电脑较雄甲你倒光切我因为伊是用 cyber security 治安的。伊无甲你讲。咱国会当用安尼袂？你爱看咱若安尼用，有偌侪人民的反对啊，嘿。李老师，你讲有譬如讲，那咱台湾的抖音，咱来认定讲伊袂使，伊有咧伊窃盗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资讯，甲禁起。当然啦，咱这方面其实应该检讨，嘛应该讨论，就是讲针对咱明明知，咱都知影讲，就像主持人即马头拄讲的嘛。有50几个即个中文的新闻网，新闻网，即几个物件，那确定是对即个统战，对咱台湾有害，对咱台湾的民主，对咱台湾的即个法治有害的，咱应该讨论讲，安怎应该来个禁止，这确实应该讨论，吼，因为你有即个证据嘛，就是讲你即几个网络，还是讲你讲那种抖音即个平台。吼，对咱这个社会有影响、有伤害，这应该讨论，应该禁止。但是老师你头嘛讲啊，讲其实咱的人民，咱对家己的人民有信心啦。确实啦，咱是爱对咱的爱管制也无管制。无，咱管制是讲咱对咱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甲咱的生活限制是上少的情形下来管制。好，上少的情形下来管制。譬如讲。因为讲美国来讲好，美国虽然讲伊禁止即个抖音，TikTok， 问题伊即个拜登政府是讲，
咱的政府机构不得使用，伊无法度禁止你人民无法度使用，伊无法度禁止。那有诶，规个州拢无。当然，你除非是讲你的州去通过法律讲你无法度用，吼，无法度用。啊无，当然啦，你除非讲你即个联邦政府通知 Apple 甲迄个 Android 的安卓系统，两个系统无应该上架抖音，你就为源头甲。啊，咱台湾敢可能？因为你若为源头甲切掉，讲我歹听咧，因为咱咧用的这个系统。但是就这个 case，你敢有同意？当然应该啊，你若讲，就感觉讲，那这个对这个国安，吼，对咱的民主是一个破坏，一个影响。当然，你若法律通过，你就比如讲这两个系统，就直接甲禁止啊，你就无法度用啊。啊，抖音你就当然无法度搞用。啊，不过问题就是因为即马抖音踮咧美国，伊嘛就有公司伫遐嘛。伊公司嘛是伫遐。啊，就叫掠去，就无叫去迄美国国会去做听证会，对啊，去你写民主，甲你写了。对啊，啊，不过你嘛是，你无法度讲，你个除非讲，你这公司要甲你也甲关起来，除非你安尼限制嘛。所以你嘛美国嘛是咧想法度讲，伊嘛咧想讲，要哪去甲对抗即个中共的即个人机作战嘛。啊，不过我是感觉讲哦，咱其实民主国家唔免想过烦恼啦，因为吼，咱对于咱的制度有信心，无可能讲因为恁讲啥，啊，拢啥物拢听，因为即马即个速度，即网络速度传去足紧的，比如讲你习近平踮咧做啥物，其实足侪物件，足侪真实现象，马上就传出来啊，所以大家拢知影你咧创啥。小秘书长，你敢有同意讲，他昨李老师讲，其实咱就免遐惊吼，礼拜就礼拜吼，习近平讲的，咱人民其实知的啦，袂咧甲注意吼，而且听就听，我无一定会照做。是我感觉当然，还是讲民进党政府做了伤过头，应该爱收缩一下，唔通过度来管制，这中间要安怎来拿这个中间线。我感觉当然，以政府的角色来讲啊，伊嘛是看民众到底感觉安怎了解讲，即马这个人机作战到底对咱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款的危险？就像头拄徐老师甲李老师其实拢有讲到啦。就讲其实不管今日民进党政府咧执政也好啊，国民党政府咧执政也好，其实拢会想到讲，佮假设有诶网站真正伊对咱的国家安全、对咱的社会安全有危险的、有威胁的，学者大家嘛拢认为讲，即几个其实就真正有危险。政府其实应该爱定定法律，也有其他较强制的手段，大家拢禁止起来，对。那问题对于一般来讲，百姓感觉讲，其实有的媒体，伊可能长期拢咧讲大陆的好话，问题伊抑阁无够讲，伊会去威胁到咱的社会安全，还是国家安全，这就变就是言论自由的部分嘛。这是咱台湾民主国家无法度去对伊限制的部分。我看今日讨论内底嘛讲到讲。全世界民主国家拢面对中国、面对俄罗斯这种锐实力的攻击，其实这嘛毋是这一两档的问题啊，这已经这长久的问题啊。问题只是讲，大家民主国家到即摆还阁想袂到讲要安怎处理。那当然，主持人都有讲到讲，咱伫亚洲啦，新加坡最近嘛有这种迄个假讯息的管制法。问题你嘛知影讲，新加坡其实毋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无？所以我就足紧的嘛去定一个法律来。保护伊，家己讲，其实中国放假消息来，我直接就把这个讯息嘛，拢直接啦，用公司来阻断掉，我就不爱互你发布这个消息。所以其实讲，有的威权国家可能我就足紧的去想出一系列方法。毋过民主国家，你要有社会的共识，你爱大家要有讨论，然后感觉讲真正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你甲我就去做进一步的动作，来做其他的应对的手段。所以我感觉这当然就是下摆社会应该。可能即个选举，咱的候选人其实嘛应该针对这个议题，会使有愈侪的讨论。政策系啊，甚至下摆有政策。这样听起来吼，唔但是政策文化，而且是文化政治啦吼。就是讲，咱也知影讲，即马吼网络顶头有一种叫 Chat GPT 吼，即个人工的即个 AI 语言，你甲问吼，但是。但咧比即个语言的学习的时阵哦 ，LLM 哦，迄大型语言模式哦，咱台湾人咱咧讲的物件，咱做的即个资料库，
甲中国资料库袂当比的呢。这其实是未来大挑战呢。这我就马老师这柯老师拢讲了真济你讲互咱观众朋友了解讲，这未来咱搁面对搁较困难的挑战。即摆因为你讲出了 GDP， 我是讲真正是做好用啦，坦白讲啦因为我即摆有一寡物件拢直接结入去，我才家己来做研究啦即摆是讲因为中国伊有10几亿人啦，因咧用的话语言的向的模组较济嘛台湾嘛是有啦。但是你讲对全世界各国来讲咱面对上大的挑战是因为世界各国像以前啦，因要学中国话、迄个北京话，一定是学迄边的嘛所以因无咧学波波摩佛吧，伊拢是学汉语拼音嘛。所以足自然的，因咧学中文拢是中国迄边迄套。所以足自然的，因一寡西方的国家咧发展这语言的模型，会去摕迄边的。摕迄边的就对咱简体字。那坦白来讲，拢对咱不利啦，所以种即摆一开始时阵，ChatGPT 我叫伊去翻译的时阵，伊就会甲我翻做是简体字啦。我会甲强调，台湾是全力行动全例子。头几遍佫袂晓，但是即阵伊教乖啊，会教乖伊会翻做台湾的啦，但是对伊来讲，坦白讲应该是讲对因即个系统来讲是足简单的，迄就是敢若用个繁体跟简体互换尔啦，安尼尔啦。但是你可能出来物件，迄个语料库嘛是对换的啦。所以咱即摆台湾有咧发展啦，有咧发展是讲即摆搁咧测试啦。对啊，前一摆搁出包去。迄是总原因，我必须对即个国科会在政府讲话是讲伊。迄个中央研究院应该是摕中国物件伫遐咧试，迄边的。但是咱真正咧做的，开几10亿咧做的，即摆还搁咧试，我顶礼拜有一个场合，有一个学者，就是伊是内底的人，伊就摕一个足大只电脑讲，你炸到底要创啥？这只电竞呢？电竞笔电啊，伊讲就是电竞笔电才跑得动啊，因为就是伫遐咧找迄个语库啦，我是感觉讲。台湾去发展是正确，但是讲坦白讲是讲，几60亿对咱来讲足济啦。但是坦白讲，你对甲因比起来，迄人是几600亿咧结啦。但是我是希望讲就是讲，迄阵我有甲跩学者讲啦，讲咱做出来了咱跩语库应该Google 啦、Microsoft 互因去用，免费去用。就是你去用，我的语库含你做伙，那么咱若台湾人还是外国人用美国的民主联盟弄出来了结果讲的拢是因的系就我是感觉讲，这是因为这个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若讲囡仔去问东问西，结果甲你教出来拢是迄种意识形态，拢是对话的，安尼对咱其实是足不利这有啥物方式？这听起来敢若无法度医疗，无法度治疗。无法度医疗，因为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你袂当甲什么款的 IT 封掉，无法度对这就哪讲头仔咧讲 TikTok， 你甲就算甲 TikTok 抖音封掉，其实嘛无意义。对我来讲，为什么？即摆你看到你的 Line 还是脸书有足侪影音呢？迄嘛是 TikTok 对下来，嘛是 TikTok 过来。系但是因为伊迄是拢是影片档嘛，转过来就好啊。所以北京话叫做防不胜防啦。防不胜防，但是变做讲咱来自立自强啦。但是要等待到何时呢？我是感觉讲，头拄柯老师讲得对啦。其实咱嘛应该反认知作战，反统战。对啊，同款啊，咱应该甲咱物件做一套，慢慢去宣传嘛。无头柯老师讲，咱要结几十亿，但是几百亿啊。对，当然啦，这个效果是我是感觉讲慢慢去累积，慢慢去才有法度去显现出来，而且慢慢咱互其他国家来习惯来用咱的语言，用咱的这个思想，慢慢因就去放杀因那边的物件。所以头我咧讲嘛，这语库，咱慢慢咱就爱去建立中文的语库，中文的语库。咱无法度讲因为咱钱较少，问题就钱较少，咱嘛是要继续去做。咱若资料库若有够，安尼去吸引 Google 啦、Microsoft 啦，其他这较大厂的。因为咱咧想武器啦，还是讲国防啦，还是讲民主制度啦，咱有革命啦。
但是咱这个中文字啊，敢若咱甲这个对方咧使用啦，啊，无海外的华人啦，美国人因会使用拢少数人呢。啊，毋过因就是因为因咧用的时阵，因定定，譬如讲因想要学中文，所以咱尽量还有因讲，因学的是咱台湾这边的中文的语法，啊，甲这个使用的习惯嘛，所以咱爱尽量甲咱台湾这个好处，咱中文的好处，爱互外国人知影。肖秘书长，是，嘿，若是像安尼种情形是咱安尼规矩放啊，还是讲不要紧，咱就继续吼，咱自立自强，好好来甲咱对着这所谓的素养吼，尤其咱国民的素养，不管是几岁人哦，60、70岁，像这柯老师对因阿妈妈嘛爱甲讲，啊，大家就爱安尼。这听起来敢若迄个顶世纪20年代的新生活一些活动啦，哦，但是这安尼敢有效？其实咱头咧讨论到，讲其实像即几冬吼，咱注意到讲全世界即摆要学中文哦，伊已经无一定去大陆安尼，因即摆足侪人拢走来台湾咧学中文的。其实这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讲吼，咱注意到讲即摆去大陆学中文，其实有足侪限制，啊，甚至是即摆。啊，大陆的迄个国安教育法、国家安全教育法通过以后了，你爱加学这侪你无想要学的政治的物件，所以这侪其欧美国家的这学生，伊就感觉讲，来台湾学中文嘛是足好的，而且伊嘛发现到讲，其实来台湾学中文，甲真正才学到中华文化的内底素质，对无？所以我讲这加上其实咱前几工迄个金马奖，你嘛看到，即马台湾的电影开始嘛拢甲咱的东南亚这侪华人社群的无共款的国家大家来合作。其实你发现讲台湾的，其实咱伫恁即地讲民主国家中的合作啦，即文化的交流，其实坦白讲，其实咱应该对家己真正做有信心的，因为咱的民主的发展，其实嘛即马互其他国家拢看到台湾的无共款啦，嘛了解到讲，虽然拢是讲中文的国家，问题这两个国家虽然讲中文，毋过因的中文的内容，因的用的迄个意涵是拢完全无共款的。所以其实到世界愈来愈了解讲，台湾甲中国，到可能就是莫去讲到政治的定位问题时，伊嘛了解讲，因恁讲的中文，恁内底的文化是无共款的。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另外一部分，咱对台湾家己真正爱做有信心的。柯老师想要2分钟吼，你甲咱观众朋友小有一个概念，尤其吼总统大选吼，剩40几天吼，咱人民对着这个所谓战争吼，还是讲未来的新政府的所谓部，应该优先爱做什么代志？我是认为有2点爱处理，因为较我专业较有关系。第一就是 cybersecurity 治安啦，吼，因为足侪物件，我是认为中国已经拢唱好啊，吼，迄后门拢唱好啊啦，要做无要做啦。你旧年向个佩洛西来，你就知啦，吼。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你要安怎面对这个假消息啦，吼，因为他们讲假消息吼，甲诈骗是一体两面啦。吼，你要处理这假消息、佮诈骗这向个一个叫做线索，啊，伫个社群内底安怎走吼，其实是有一仔共物件啦，嘿，有一仔共啦，有一仔共啦，嘿，会当做伙做啦。啊，那法律上呢？法律上即个看司法中介法有法度过无啦？嘿，敢若靠这条吗？上少是会当治标嘛，地标啦，地标啦，嘿。哦，啊，其他可咱家己注意事项。